今年新课纲施行了后，普通高中的学生学习考线却是当咧准备学习历程档案。不过，高级的学生却是爱继续来拼5月通测，却是同款爱伫这个时阵准备学习档案。今仔日教育团体甲家长团体就做伙出面呼吁教育部，爱甲两种体系学生分开处理，权益才袂受到伤害。捍卫技高学子权益。 几内教师甲家长团体在被开记者会批评教育部的新课纲考招制度有问题，因为普通高中甲技术高中今年拢爱共时间甲一寡学习资料上传去中央式的学习历程平台，但是上传期限就伫咧技术高中学生统测的前几天，造成因真大压力。我们的政府居然用高中的脑去思考高职的教育，这样的脐橙。 已经造成很多孩子的痛苦指数很高。有老师指出，新课纲的改革，中央学习历程上传的期间统一伫4月26，但是技术高中学生的统测考试就伫4月30到5月初1，而且学校阁爱伫咧4月25到5月初6之间举办毕业考试，学生根本袂喘气。学习点答案上传的时间跟统测极为接近，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所谓的最后专题制作的部分，所以学生就会变成同一个时间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老师是建议教育部来分流技术高中的部分，看是毋是延到统测过后5月24再改平台。教育部是表示，招考的作业影响真大，还是维持现行的公告。不过，会伫精选第2阶段备审资料上传时，保留学生保存作品的所在，参学习历程做伙来审查。记者陈亚文、小凯台北报道。